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愛德專業香港有限公司嘅鄺先生。今日我哋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個叫做 AI 嘅智能健康檢測設備。呢個系統呢係可以幫我哋人身體呢改善身體嘅器官。我哋可以檢測300幾個器官啦，我哋喺快速15分鐘就做到啦。同時間亦都可以幫你修復系統嘅喎。咁佢已經發展到呢全世界有7個國家嘅語言，包括有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，仲有就係繁體中文同埋簡體嘅中文。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自己身體有冇一啲未來嘅隱疾或者係風險嘅，可以提前同我預約，我免費俾你哋做一個檢測啊！